来自高雄6月初6要来举行罢韩的投票，以往对罢韩的议题拢无回应的市长韩国瑜，总算是发布影片，讲尊重民主，爱嘛呼吁支持韩国瑜的市民唔爱出来投票。多参高雄市政府的民政局长嘛透过奶来宣导，叫人莫去投票。律师讲，这公务人员都要小心哦，像这种叫人莫去投票的呼吁，恐惊会违反到行政中立。 高雄是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，请你不要出来投票。先困呼吁支持者6月7日罢免的时，莫出来投票。韩国瑜伫面前发布这支影片，开始产生效应。有市民甲支援讲，若是去投票，就被认定是投罢免同意，惊讲互人点油做记号，影响到未来申请低收入的补助。因为他们中低收入户每年都要受到市府的考核检查一次，他们怕他们的身份之后在申请中低收入户的时候被刁难。 要奈这张对话图，讲出去投票就是罢韩，无投票就是要徛出来人有压力。抑过发言的人，这个是韩国瑜市政府的这个民政局长，安尼讲敢有妥当？不是发给公务同仁，所以没有什么行政中立不中立的问题。毛律师认为讲韩国瑜这摆要求卖投罢免票，有法律相关的顾虑。公务人员不能假借职务上的权利或机会啦，去对这种罢免行为做出一个要求大家不要投票的行为。来看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的规定，公务人员对着公职人员罢免，袂使利用职务上的权力、机会也是方法，要求别人莫行使投票权。民意罢韩团体动作遮济，韩国瑜冒用影片回应，抑过引起真济争议。